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7月12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今天央视新闻播发了一条消息，说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，上半年全国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增长，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稳定态势。记者近日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一线城市采访也发现，一线城市新房市场活跃度正在不断提升。记者梳理各地楼市调整优化政策后发现，今年上半年各地共出台了超过340条措施，主要围绕公积金政策优化、发放购房补贴与以旧换新、调节土地供应等内容。这个报道的标题很有意思，房地产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，上半年各地出台政策超340条，确实难为这些媒体，这些应该叫胡一静老师的同事，这些宣传人员，他们辛苦了。这么热的天，得想尽办法要造新词。他不提房价是涨是跌，他也不提这个房子成交量是涨是跌。这些都不好说，小心翼翼地绕开这些问题。人家创造了一个房地产市场活跃度，就问你服不服？也就是媒体，就这宣传人员，他是变着法儿的想告诉你，咱们楼市已经稳了，可以买了，稳中向好。不聊房价，不聊交易量，咱们聊活跃度。房地产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，有很多网友、很多韭菜看了这个云里雾里的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什么活跃度提升。到底买还是不买？但一个媒体他不能好好说话的时候，他把一个简单的事情他非要藏着掖着，不让你直接理解，不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，不用这个大白话告诉你。我想起来前几天咱们 K1373 火车遇到故障停车那个通报，你就用大白话告诉大家什么原因就完了。他搞个什么扇形，什么侵入扇形线路，不想让你明白。同样，甘肃天水的幼儿园铅中毒事件通报也是的，他坚决不说清楚，云里雾里的。什么时间开始弄的，开始投毒，谁在网上买的，什么时候买的，这他都不说，让你猜。所以这么热的天，这媒体宣传人员也不容易，人家工资其实也不高，完了之后现在效益也不好，工资也不一定能按时发下来，都是养家糊口，深深的造出一个房地产市场活跃度。这个楼市稳不稳，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玄乎的，有很多指标可以看。这咱们算大账，你比如说居民的杠杆率，在国际上也是通用的，就是当一个国家居民的杠杆率如果超过多少的时候，你再刺激消费，你再让他买房，他买不动了。这个道理比较简单，是吧？你是大家背的债比较多了，你还刺激，他真的背不动。这个时候大家反而是叫缩表，资产负债表它缩表，缩表就是去杠杆。去杠杆就是还债，就把债还掉，不贷款。这说的都是通俗的。根据这个央行最近发布的2024年第4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，以及2024年中国金融负债情况调查报告，官方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12月底，中国居民个人在中国银行体系的贷款余额89万亿，也就是90万亿吧，同比增长7%。根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报告，截至2024年底，除银行信贷以外，包含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在内，也就是居民不一定全部是从银行借的钱的，他也有可能从非金融机构、小额贷、高利贷这些民间借贷。那么就是2024年我国实际居民负债总额大概104万亿，比官方统计的高15%。同时，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24年调查报告显示，实际包含银行、非银行等民间各种借款在内，居民负债总额200万亿左右，这个金额比官方统计也又高了1倍，总负债200万亿。说这个数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无论你是按90万亿算，还是按104万亿算，还是按200万亿算，咱们居民负债率已经比较高了。居民家庭部门杠杆率，这个负债比上一个 GDP，08年咱们是18%，23年是64%，15年咱们的居民负债率就是杠杆率
上升了3倍，增速远超其他经济体同期水平。这个是拿债务跟 GDP 比，那你想债务增速非常快，这个17、18年时间涨了3倍。如果拿债务和可支配收入比，你还债你是靠你的可支配收入去还债，你不是靠 GDP 去还债。所以说22年债务收入比，也就是债务比可支配收入接近140%。以借钱消费为主的美的，他们是120%，欧盟是95%，咱们是140%。也就是你把你的债务除上你的可支配收入，显然债务远远大于可支配收入。这就是为什么韭菜活得累的原因。11亿成年人口中，在金融机构有负债的群体是8.37亿，占成年人数的76%。截至2024年，个人房贷是42万亿，占居民负债总额46%。其次是信用卡3.75亿人，不到4个亿人；消费贷2.93亿人，车贷1.87亿人，经营贷0.92亿人。根据央行金融研究院报告，对吧？我们是实际居民负债是104万亿，这个数房产占居民家庭资产比例70%，这个数大家都知道。我们中国人，咱们资产主要是在房子上面，但是这个数有大有小，有的人说是60%，就是我们的资产主要是60%是房产，这个不重要，大家知道量级就知道了。那美国它居民的房产占财富的比例是35%，那就是我们的1半，也就是人家家庭的财富只有35%是房子，剩下65%是别的东西，股票、什么基金、其他的东西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房价下跌对我们每个人影响都挺大的，因为我们70%财产是房子，那房价一跌，大家至少账面资产都在缩水。随着地产告别繁荣周期，房价持续缩水，意味着资产变现能力大幅下降。即使将房子大幅降价出手，不仅面临首付亏损，且倒欠金融机构一大笔贷款窘境，而房产持续增值，恰恰是曾经很多人消费的底气所在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刺激消费怎么刺激？没法刺激。你说让大家再去买房，怎么买？杠杆已经加不动了。如果你再要算上人口的断崖式下滑，出生率下降，现在的人加不动杠杆，未来的人口越来越少，这个对楼市都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想稳住楼市谈何容易。今天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，中国新闻周刊、南方周末这些大的媒体都在报道什么？说烂尾楼业主赢了，结果是钱房两空。烂尾楼胜诉业主被迫成侦探挖线索。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。前不久不是应该江苏盐城、广东的珠海不两个基层法院判决这个烂尾楼业主，对吧，不用再还贷款了，这个购房合同作废，这个贷款合同也作废，开发商也把首付也退给买房的人，买房的人还了银行的这些钱，开发商也得退回来，开发商还要还银行的钱，就是银行你不要找业主去要钱了，你去找开发商要钱，这样就把这个业主从困境之中解脱出来。两个合同取消，一个是购房合同，一个贷款合同。这个判例不是被最高人民法院录入了这个叫什么判例文库吗？这样就会让全国各地的法院判决，你就照这个判，这样似乎给买了烂尾楼的这些韭菜一个安慰。但是我在节目一直说，赢了官司输了钱，就这么简单。烂尾楼的开发商他哪有钱？你让开发商退钱，他拿命退给你；你让恒大退钱，怎么退？这个判决的意义是在于止损，就是让这个韭菜不会越陷越深了。你损失就到这儿了。如果万幸你从开发商那把钱要回来，那你就没有损失。那今天这个媒体南方周末、中国新闻周刊，他报道的就是烂尾楼业主赢了，结果是钱房两空。这个和咱们平时节目里面分析的是完全一致的，这个是大的媒体报道，不是咱们在这儿唱空。说明知房子烂尾，还要每月支付大半收入允还贷。珠海市太和中央广场业主文山一度倍感绝望，他将开发商和开户行告上法庭，宁可放弃期房也要停贷。文山迎来了胜诉。文山的胜诉不是个案，近日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判决，
同样支持烂尾楼购房者退房退款。一系列判决被业内认为是贯彻了谁违约谁担责的原则，其典型意义在于保护购房者权益，避免其遭遇退房后仍需承担贷款偿还责任等不公待遇。他文章最后说，作为过来人，文山就这个胜诉的这个韭菜这个业主却比任何人都更清醒。不要只看胜诉，现实是判决3年了仍未执行，也就是文山这个官司赢了都3年了，1毛钱都没看见，3年了。代理律师和法官都提醒他，胜诉的后果很可能是钱房两空。这可是法官说的，你看跟咱们的判断是不是完全一致，对吧？这个判业主胜诉，实际上最大的意义就是业主你止损了，你未来你不用再给银行还钱了，但是你前面的损失很有可能真的是损失。法官和律师都告诉他，钱房两空，赢了官司输了钱，有什么办法？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是3联生活周刊他刊登一篇文章，标题叫40岁还在租房的人生算失败吗？我想这个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了。如果你现在40岁还在租房，你肯定不成功，但是你也谈不上失败，因为你租房嘛，你没有负债，你连套房子都没有，那肯定谈不上成功。但是你正因为你没有买房子，没有这个贷款，所以你也谈不上失败。他这文章这么说，他说年轻时的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距离2年就要奔4的时候依然在当租房客，也是38岁还在租房，这没啥丢人的，无债一身轻。当年从大学毕业后，我和老公留在了上海工作，成为新上海人。和很多沪漂一样，我们也经历过租房搬家的折腾。当时刚毕业不久的我们租不起全套，只能和另外一对也是刚毕业的不久的情侣合租80年代的老公房，2室1厅，我们租其中一小间10平米多一点，老式的风机嵌在窗户上，吹起来嗡嗡作响，你很难在这样的房间里享受到凉爽，最多也是微汗不热。厕所的水龙头总是拧不紧，滴滴答答在滴水，厨房灯一打开，蟑螂四散逃窜，这些我都经历过。1年后攒了点钱，我们倒腾进了一个更大的2室1厅，房子是90年代的6层小老楼，楼梯的扶手铁锈斑斑，房子质量一般，但赢在地段不错，距离地铁1号线步行15分钟，方便打工人早出晚归搬砖。但我们还是舍不得租全套，就把其中一个小单间租了出去，当起了二房东。主卧的床板睡得不舒服，索性买了个床垫，睡了2年地铺，期间换过2任室友，与其中一任八字不合，吵架差点闹到派出所，红尘滚滚，过客匆匆，室友的面庞早已记不清，但那段沪漂租房的苦日子很难忘记。还算好的，好多打工人去深圳北京打工的，刚毕业的，一个人租一间房租不起，都是2个人合租一间房，2张小床。深圳有很多这样的房子，我都去参观过。有人把房东的房子租下来，就是一套公寓或者一套别墅，3室2厅的，或者是300平的别墅，他当二房东，把房间隔成好多小房间，就这么出租。那很多刚毕业去深圳打工的，都是租一个小房间，中间的一张床。那个小房间恐怕就是2个人睡，这样比比皆是。只是后来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，各个城市禁止这样把一套房子隔开出租，打隔断。有形的隔断你可以把人敲掉，无形的隔断永远存在。我租不起一间房，那我就跟别人合租啊，2个人租一间，那不就便宜吗？那间房如果1个人租可能要1500，就是一个小房间，那2个人租1个人800。这个主人公说，4年后又因为出国求学，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土窝，在海外当起了租房客，这租房租到海外去了。没想到这一当就是8年，这小10年来，读书毕业，工作生娃，日子按部就班，马不停蹄，一晃人到中年，年近40，这个年纪拖着2娃，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，在世俗的评价标准里，不知算不算有点失败。当然了，这个文章说他租房最大的痛苦是搬家，说租房痛苦的是对普通人来说，搬家过程里每一项工作你要亲力亲为去完成，包括运输。这搬家也是，我以前在北京大概
我没有买房之前，半年搬一次家，北漂这个搬家是家常便饭。但是这个文章啊，它后面还有很多。我想啊，这个人到中年还没有买房，在过去肯定是算失败，但是在当下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。正因为没有买房，所以他躲过这一劫。如果他在5年前按揭贷款买套房，那现在估计是苦不堪言。即便10年前买的房，很多地方房价已经跌到10年前了。现在40岁再扛个几十年退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去鹤岗，甚至都不需要去鹤岗，去很多比如广西、云南，有很多地方房子非常便宜，几万块钱一套，或者去惠州的房子，海边房子也不贵，几千块钱1平米，你还可以挑。也就是退休了，你想买套房很容易。你退休了没必要在北京、上海待着，那你就租房。正好巧了啊，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，讲的就是一对在北京打拼的这个叫沪漂，在上海打拼的沪漂，他这个从中产返贫，他的亲身经历，他如何从一个国企的中层，现在日子啊越来越难过。他也赶上了上海房价还没有暴涨的时候，同时他现在也承受了上海房价下跌这个痛苦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陈。我来上海啊已经整整20年了，记得当时是03年，那时的我才35岁，进了一家国企上班，爱人在一个超市当服务员。一开始儿子就留在老家上学，他爷爷奶奶负责照顾。我们夫妻俩奋斗10年以后，也就是在13年的时候，终于在上海按揭买来了套房子，贷款了100多万，3室1厅。这个时候孩子也接到上海上学了，我呢在单位也已经是中层领导了。自从儿子来了以后啊，妻子就不上班了，在家是全职照顾我们爷俩的生活。16年儿子高中毕业，由于他成绩优异，大学我是送他去美国读的。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已经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，每个月的房贷再加上儿子的学费，所以有的时候不得不向亲戚朋友们开口周转一下。20年是我最开心的一年，虽然疫情来了，但因为我的单位是国企，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，所以这一点我很庆幸。然后儿子也毕业从美国回来了，一起回来的还有同样在美国留学的女同学，老家是安徽的。他们2个呢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我们夫妻俩就和亲家见了个面，就把孩子的事情商量好了。我们这边给孩子首付买套房子，买好了他们就结婚。亲家那边呢置办家具和车。儿子儿媳啊看中了一套1500万的3房，我和爱人就商量了一下，因为我不想让孩子们有太大的负担，就决定把我的房子给卖了，我们租房子去住，卖房的钱再加上亲戚朋友借着给他们付的首付，贷款才贷了200多万。然后到了21年的元旦吧，就把他们小两口的婚事啊给办好了。小两口也争气，找的工作都不错，2个人1个月的收入加一起有4万多块钱。毕竟是刚参加工作，所以我已经很满意了。到了22年的5月份啊，儿媳妇给我们生了一对龙凤胎，这可把我和爱人高兴的都是合不拢嘴的。儿媳妇生完孩子以后，她公司的生意就不好，开始裁员了。她休完产假以后也直接被裁了。这也正好我让爱人去帮他们带孩子，同时呢我也补贴给他们小两口1个月5000块钱。不过呢这个时候的我和儿子2个人都感觉到有压力了。儿子是没日没夜的加班，我呢是隐隐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出了点问题。就在年底啊，我是由于高血压中风住院了，不过还好恢复的不错，但班呢已经不能上了，于是我就办理了内退。我这边情况刚刚好点，没想到儿子那边也出状况了。就在今年的4月份啊，儿子公司裁员了，他也在裁员名单中，他失业了。于是我们一个6口之家，一瞬间的收入来源就只有我和老伴的退休金了，才1万多，连房贷都不够还的。所以我们就开一个紧急的家庭会议，最后商量好，儿子去抓紧时间找工作，我爱人找了个服务员和清洁工2份工作，我们老两口租的房子给退了，搬到儿子家去住。我就在家帮儿媳妇带孩子做家务，等2个孩子长大一点会走路以后呢，儿媳妇也出去找工作。好消息是啊，过了半个多月，儿子就找到工作了，而且看起来还很不错，朝9晚6还不用加班。
不过没多久啊，我就发现了问题，好像儿子的情绪一直不高，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出去买菜，在路边的一个免费停车位发现了儿子的车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把他叫到外面，问他怎么回事。直到这一刻啊，他是再也绷不住了，痛哭流涕地说：“爸，我对不起你啊，你花了这么多钱培养我，我却连个好工作都找不到，只能找到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作，根本就养不了家。本来打算把房子卖了，但一打听，现在还卖不了1300万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”我知道他这个时候心理负担有多重，没有责怪他。我告诉他说：“儿子啊，困难只是一时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实在不行，咱就先休息一段时间。那亲戚和朋友的钱，咱们可以晚点还，咱们家的积蓄还能再撑个半年，还有我和你妈在撑着呢，你啊，绝对不能倒。”这次谈了以后，儿子就打开了心结，找了一个月工资8000的工作先干着。我爱人每天打2份工，下班回到家已经快凌晨1点了，倒头就睡。2个孩子比较闹，儿媳妇是整夜的没法睡觉，于是一到白天都是我带着小孙子孙女给他们烫奶粉、买菜、洗衣服、做饭、做家务，每天是忙得连轴转，头啊总是觉得昏昏沉沉，又胀又疼。我感觉到身体好像又要出问题了，不过我还不能倒，一定要挺住，一定挺住。这就是我老陈的故事，以此故事致敬中产返贫陷阱，作死3件套，创作不易，请一键3连。大家看视频还是这个老规矩，这个视频讲述的主人公陈教授，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事，未必，也有可能是剧本演绎的，他讲个故事。但是他这个故事是非常合理的，在上海恐怕屡见不鲜，不少见，很多中产就是这么返贫的。好的时候，一家4个人都有收入，老2口有退休金，这个小2口月入4万，这个在上海妥妥的是中产，应该还是不错的。结果打击是接二连三，麻绳专挑细处断了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曾经的中产，你想2个都是留学的，那是有高学历，马上就变成就陷入囹圄。这样的故事在1线城市恐怕不少，每天都在上演。最后我们再看一看21世纪经济报道，他报道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，叫1000万人口大城杭州落户接近零门槛。7月1日起，杭州采用积分落户新政策，放宽积分标准，如社保积分从0.5分每月提升至1分每月，租房积分从6分每年提升至10分每年，落户接近零门槛。但实际操作中，人才落户更方便。2024年，杭州常住人口增量10.2万人，创近5年新低，且被多个城市超越，还面临老年人口增加的问题。近期多个城市放宽落户门槛，杭州吸引年轻人焦虑仍在。长远看，城市竞争不止引才，更要留人，需构建包含工作机会、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的生态系统。不是我唱空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，你看看杭州的隐忧是什么？杭州过去几年它人口增长还是很快的，很多外地的年轻人一毕业拎着包就去了杭州打工。但是这2年，由于杭州的房价虚高，由于杭州的工作也是越来越难找，由于电商带货、数字经济现在也是在瓶颈期，所以到杭州找工作是越来越难。年轻人到了杭州又拎着包离开了，所以你看数据表现就是2024年杭州人口增量10万，这个增速已经大幅度下滑，5年来最低。所以杭州马上就出台政策，让落户变得更容易。落户容易就是想吸引更多人到杭州来买房，但是吸引年轻人呢，绝对不是房子，而是工作机会。如果年轻人到杭州找不到工作，他没有办法，只能离开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，未来这些大城市啊，落户是越来越容易，基本上没有门槛，只要你买房你就能落户，甚至租房也能落户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把户口放那儿，在那儿生活。如果杭州落户这么容易，你又有点能力，那你为什么要在甘肃待着？为什么不去杭州？为什么不去广州或者深圳？你到哪儿都得干活啊，你在哪儿都是当牛马，都是拧螺丝，
都是挣窝囊费，那你不如去杭州、广州这些地方挣窝囊费。我说的是就业，你要找到工作，但是你要找不到工作，你在广州那就比较难了，生活成本相对高。这个也说明现在这些一线城市或者叫新一线城市已经托举房价，稳房地产确实已经黔驴技穷，没办法了，只能放开落户，看看能不能吸引一批全国的优质韭菜来落户。你只要落户在这儿，你未来肯定要买套房。10万个人来落户，那最起码对应10万套房啊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